行政院内阁改组赵忠良作为副部长，姜明兴接经济部长，第一任的运动部长由奥运金牌李勇来做。分林抓到诈骗集团拐人的个人资讯，利用高铁退票的机制诈欺洗钱。美国亚利桑那红背沙土沙高干那一倒壁超过55000户失电，机场航班拢总暂停。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行政院今仔日公布内阁改组方案，有4个部会首长会到任来换人，其中赵忠良作为副部长，姜明兴接经济部长，也第一任的运动部长交奥运金牌李勇来做。有句话说啊，计利当计天下利。我认为我们都是只求为国，不求名啊。回应外界关注到一个内阁人事改组，行政院长杜英台针对有16人的内阁异动特别点名，是为即将离职的部会首长表达感谢。包括国发会刘敬勤主委、经济部郭智慧部长，还有数发部王彦南部长，还有这个卫福部邱泰源部长，他们是为我们国家整体的发展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础。以后见面的机会可能少一点，我们这个都很自然的调整啊，自然调整。昨天不是还说办公室没有啊，我现在也还没打包。对离开亲像看甲真开，赴台湾任内最后一摆出席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强调表示，家己无管什么角色拢会当为国家奉献。改组名单中，为副部长会由现任健保署长赵忠良接任。现任疾管署长曾金雄担任处长，另外行政院秘书长姜明兴接任经济部长，国发会主委会由前中经院院长叶春宪出任，数科部长由现任处长林基健接任。名单中也有体育人，原民会副主委会由前棒球选手陈其新接任。两届奥运羽球金牌得主李勇是运动部长。李阳李部长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手，羽毛球选手，那也得到运动界运动迷很大的这个支持跟喜欢。那我会祝福他加油。运动部的困难恐怕不会比那个奥运金牌还来得更容易了。李勇也透过并且以标题新的旅程初心无变发文，强调家己袂一个人拼，相信专业领航团队治理。会延续运动员加挑战的精神，就任了后，以落实专门运动，导致基层培育等6大重点为方向，互台湾运动向顶面也向下面拍基础。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讲，今年1月有民众去南投爬山，也爬山的时呢，发现大新母去互山鸟鼠来偷测，伊是随通报林业署，也警察抓到23个人，其中有5个是非法的移工。专案是移送南投地检署落去侦办，也7个月是提起公诉。偷测大新母即马上重会当判到10档半，罚2000万。越南籍逃走的移工，甲偷出来的贵重茶库用机车还是汽车搬运落山，想讲无人看到，煞去互警方的搜证镜头拢翕到。南投县马海埔富士山今年1月去互山友发现有4丛美丽奇新包去互山鸟鼠偷出，警方专案小组经过几落个月跟踪，今年4、5月啊，动员80个的警力，伫中中投等17个地点搜查，查到姓吴加越南籍姓黄的嫌犯带头的偷草集团。阮姓及吴姓嫌犯为首等23名盗伐集团，其中5名为越南籍逃逸移工。起初扁柏、红桧、萧兰等贵重木树瘤及艺品，总重量高达1363公斤。23人的偷草集团分工真有，先由姓黄等5个越南籍非法移工上山搭建工寮啊，偷草上午美丽去萧兰这个贵重木材运送落山了后，才由本国籍姓吴嫌犯接手加工，销去中部艺品店。警方后续甲专案依照违反森林法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今年8月侦结提起公诉。民众盗伐贵重木，最重可处10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并科100万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罚金。提醒民众不要以身试法。林业署表示，森林法2021年已经修法，偷草贵重木材上当会当处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科上悬2000万以下罚金，并呼吁民众卖买来源不明的木材产品，购买时阵认明台湾木材标章，才会当为源头甲断根。记者采访报道。
6月时呢，有一个马来西亚查甫人伫咧云林高铁站大量来退票来换现金，伊敢是咧洗钱。警察接到通报是落去办，是查到诈骗集团拐人个人的资讯，用高铁退票来诈欺洗钱。即卖云林地检署经过起诉，甲这查甫人声押核准，也高铁是随落去检讨。即卖一定袂当用台湾配来付款，嘛要来修改票务退钱的机制。查甫人来高铁婚姻站的柜台，手提10个人的车票，要办理退票。全部退吗？也是实际全部退，好，一样也是退24800元哦。警方嘛锁定这查甫人，甲伊押解逮捕，随查扣现金这证物。云林警方伫今年6月底接到检举，有一个马来西亚籍的查甫人伫云林高铁站大量退票换现金，顺线追查出有诈骗集团，先用4名被害者的个资，以中奖必须缴纳手续费的理由骗其他被害人，尾下佫以4名被害人的名义，购买10张南港到左营商务舱的票券，再佫用退票的方式诈欺甲洗钱，并以台湾配的方式进行付款，而此付款方式会产生 QR code 2维条码，这些被害人再扫描 QR code 进行付款。警方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刑法的强权诈欺加处财洗钱防治法，加查某人羁押核准。高铁嘛以声明表示，随检讨并修正相关退票的付款机制，6月27取消台湾配付款的选项，嘛修改票务退款机制。另外，伫屏东是查到4个查某人带头的诈欺提领集团，因为着闪诈欺，锁定大学内底的 ATM 提领钱犯案。因为毕竟校园自主的关系，往往警方要执行校园内的巡逻，都要做通报跟学校的允许啊。警方比对分析，发现今年4、5月车手集中伫大学校园甲周边的 ATM 领钱，累计1月到7月有552笔，数量明显偏悬，而且校园变作犯罪所在，对校园甲学生囡仔安全会造成影响。校表示也会提高警觉。掩饰面容者，就疑似可能是车手，那我们就会去关心。屏东警方为4月至7月发动5解行动，查到17个嫌犯，其中有11个人经过法院裁准收押，嘛持续伫监控校园周边领钱的数量，伫7月份已经降到0，嘛阻止校园偷领的事件。记者采访报道。台北港澳发生命案是发生什么代志？一个越南的受刑人甲马来西亚的拍甲死。台北港澳相关的管理是引起争议，防质疑讲敢有来暗号。也台北港澳回应讲安排这2个人带做伙规定，拢无违反规定。为安德勤讲入来，列到墨西哥查甫人伫台湾制度卫生。那你那个Telegram打开我看。由马来西亚查甫人来台做诈欺车手，外国人伫台湾犯刑案，经过判刑定案，照常爱关。不过台北港澳压出外国受刑人命案。因为毒品案件入监服刑的马来西亚籍受刑人被同舍房的越南籍狱友徒手殴打致死，但2人的同房时间其实还不到24小时。到底什么原因拍死人？检方已经介入调查。不过去年这件案件，动手的越南籍受刑人犯杀人等罪入狱，有真侪改步的记录，也互狱方的帮社安排甲相关管理，互人控告有缺失。事后的处理方式也互人质疑隐瞒暗号。配房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说这2个绝对不能有一些仇恨嫌隙在。他们2个不认识且都会中文，沟通不会有问题。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不让他独居，就2个在一起。初步了解北监处理过程上无不当。北监回应配房无违反规定，矫正署调查了后，初步判定甲方无疏失。即卖检方嘛介入以杀人罪嫌侦办，不过矫正机关状况真济，北监捌发生受刑人叫人性侵，检察院纠正北监管理失当，花监嘛捌压出受刑人相拍，台东当先加压要受刑人提笔攻击护理师。你如果能够先解决超收的问题，你就不会有我刚刚讲那些便宜措施发生。我不用把所有外国人都塞在一起。监狱里面本身没有一个所谓我们讲通译或翻译的职位，那他在管理上面他会需要这些受刑人，等于说大家自立自强。民间提出建议，狱方伫配房的规划爱更加注意，更加爱降低介护比，才会当更加紧掌握突发状况。到目前为止，各加价的外国籍受刑人拢总有1409人。记者采访报道。
美国亚利桑那红背山灾情是真严重，土砂是有够高的高，高到那一道壁，有几若公里长，几若百公尺悬，几个城市是硬碰碰。都有民众洗车呢，掉伫咧红背山当中，因为营业早市线根本看袂到头前，也即边红背山包括红城在内，有超过55000户来失电，也机场的航班拢总暂停。红城的监视器翕到沙尘暴来的时阵。一开始，远远看到一寡土沙伫咧天顶，尾啊愈来愈大片，真紧就变做沙墙。这个时阵，外面就黑暗暗，所以又搁落雨，规个挖过来过程速度真紧。亚利桑那州几个城市离个发生沙尘暴，包括红城在内的城镇有超过55000户停电。红城的天江国际机场航班也被迫停飞，航班的时间前差不多15到30分钟。伫美国西南部的热天雨季，常常发生沙尘暴，强烈对流产生向下的气流，以时速80到129公里的速度冲到地面，结果向外弹开。若是风经过土沙较侪的沙漠地区或者是农产区，就会甲土沙卷起来，再沿路行。这种沙尘暴也叫做哈布风。That hit the ground and spread out with 50 up to even 80 mile an hour wind gusts. And that moves across the ground, picks up all this dust, and then that just continues on. So you can generate this big wall of dust that we do call haboobs. Can't see anything.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haboob. 有一位掉伫咧土沙墙内面的驾驶，摕手机起翕，头前的物件拢看袂到，就知影威力真大。专家讲，若洗车时阵拄着，就赶紧甲车驶路边停。另外，人若触到这寡土沙，可能对身体有败害。These dust storms are picking up a lot of that loose dirt that's on the ground, a lot of times from farmlands, which might have some chemicals laid out over them. So it's picking up all these chemicals, these fine chemicals that may have been sitting there. And then if you start to breathe that, you can develop some sicknesses. 伫内华达州乌石沙漠的火人在现场，土沙也真大，风真透。工作人员挂服务镜甲水暗固定布棚。国家气象局对这个地区发沙尘暴警报，有这沙尘落的速度会达到时速48公里，上强的风速会超过时速72公里。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讲，各大药厂这个药啊呢，伫咧美国介绍是比其他的工业化国家更加贵，这就互川普有够无欢喜。川普讲要对做药啊产业扣250%关税，要安尼做来表药厂伫咧美国卖药啊，这个介绍爱大降价。根据美国制药业的资料，当地处方签药物的价格比其他的已开发国家较悬。川普前一个总统任期内，两大政党拢有提出要求，药厂都爱降价的法案，不过到尾拢无通过，造成一寡挖苦健保的民众无法度负担正贵的药物。This went on for 25, 30 years. And I invoked favored nations. I said, I want to pay the same as they're paying. 川普政府这项药价政策是针对中价收入民众的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id。川普5月签署第14297号行政命令，在7月底发函予17间跨国大药厂，要求业者降价幅度要有1400%至1500%中间，期限是9月29。安尼无要对这药厂输往美国的药品扣250%的处罚性关税。内阁会议另外一个让人关心的话题是由联邦暂时接管华府治安，并动员国民兵部队支援执法。川普伫会议讲，伊指定华府应该搁再执行死刑，通合作重大犯罪。If somebody kills somebody in the Capitol, Washington, D.C., we're going to be seeking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at's a very strong preventative. 华府的死刑法规伫1972年去予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违宪，搁伫1981年由区议会决议废除。尾啊，恢复死刑的提议虽然也有提出，不过拢去予人否决。但是美国其他50个州有23个已经废除死刑，其他27个州保留。不过其中包括俄亥俄、奥勒冈、加州、宾州，拢因为州长停止签发死刑命令，实际算是废除死刑。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来看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星链大型火箭，伫咧美东时间8月26来试飞，这边是星链第10摆来试射，成功完成任务，顺利返来到地球。3、2、1。倒头算结束，超重型的星链火箭点火发射，慢慢向天顶飞去。
美东时间2日，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成人大型火箭，在德州墨西哥湾沿海的星际基地进行第10摆试射。原本是特别试飞，却因为地面设备故障，发射台燃料挂失，临时暂停，延后1日。如果进行第2摆试飞时阵，佫因为天气分散升过高问题，佫延期。2日伫引进点火了后，这条43楼悬的火箭，伫7600万磅推力之下飞向天顶。顺利进入太空。Stage separation confirmed. We've got 6 engines running on ship. 这摆成人升空了，要挑战完成真侪项任务，包含第1摆进行5号载运，而且伫进入轨道了后，成功部署8粒无机星链卫星，佮要伫太空内底完成并行引进重新点火，甲互安装用来运送人员甲货物成人火箭顶站，在地球半年了后，最后成功登来地球，伫海边进行动力，直降落顺利，那至有定海面，伫成人完成任务，成功伫印度洋顶悬点火。而且直直降落海边了后，星际基地现场团队拢斗在欢呼。成人过去前3摆试飞拢因为火箭顶站燃料泄漏、引擎管卡甲失控所失败。今日到会阁发生原本要第1摆试射火箭伫发射台爆炸情形，这摆试射成功是成人上成功1摆，也是试飞重要一步。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也马上伫社群平台 X 俄罗斯 SpaceX 团队做了称赞。目前NASA美国太空总署已经买2台，要应用伫未来将太空人送去月球。另外，马斯克的最后目标是希望能登陆火星。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今时世界纪录大全是记载当年将世界纪录加出做一本册。第一本呢，伫咧1955年出版，今年已经第70章。也为着要庆祝70周年，出版机构金氏集团呢，就甲纪录保持者联络。想讲哦，这个徛倒电拖车50公尺，时间上短呢是1分钟13.27秒，也令母车呢速度上紧哦，时速有到80公里。放啊艇，这旅程体上久有到4点半钟。那人哦，游乐岛这个上悬的跨栏有到1.13公尺。好，即马集团就要甲因来联络，想要请因讲金氏世界纪录对生活影响。上柜公司今季开山以外，研发生产高阶淡薄仔技术，说好进前伫遐做员工，甲技术偷摕去到中国。家己地检署今日依法起诉通缉这涉案的前员工。上柜公司今季伫婚礼的厂区不时有车辆出入，门口也有招募工作人员的故事。因为 AI 产业当地积极发展，生产高阶当壁的金机，开3.5亿研发的高阶当壁技术。说好圣诞前厂长、县长、县林等干部头提带去中国。公司举报了后，家己地检署进行侦办，27以违反营业秘密罪起诉专案。这类的案件，我们有成立相关的专组，由专业检察官来侦办这类案件，会从严来追诉这类案件，跟产业界竭力来保护我们整个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营业秘密，维护我们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法务部强调，对这类偷摕重要产业秘密，尤其是关系国家关键产业技术的犯罪案件，一定会严加打击。尤其金机主要生产高阶当壁，那当壁基板是电路板的核心材料。因为 AI 出世，金机股价表现真好，也是台湾 AI 产业发展重要的一环。国家的战力部分，他们可能有些人是有意的，要把我们的相关的一些3C的产品带过去之后再研究，等于对他们的成长应该有关系了。不管你什么样的产品，你只要用到铜箔，都会用到它嘛。进去这一波的走势往上跑，我想跟 AI 概念股相对也是有些关系性啊。我想在整个关键营业秘密都要随着它的营收以及公司的成长，赋予比较多的关注。学者认为，最近几年，毋但中国透过高薪抢人的方式偷摕台湾3C AI 产业的关键营业秘密，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政府袂当疏忽。近期是发出声明，强调产品每一个制程拢包括特殊的技术，较无模仿。公司采用分散管理方式，妥善保护营业秘密，会继续推动高阶当壁技术发展，结合营业秘密甲专利的双重保护，为公司技术布局甲发展拍下基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台北市府要试办智慧机器狗来巡车路，看敢有好势。随后市议员质疑讲，机器狗的制造商有中国的业者，资讯安全恐惊有风险。也副市长李树川是强调讲，这内底检测设备的资讯传输拢是台湾厂商，治安袂有疑虑。蔡国旗的机器狗27正式出来，这是台北市用来巡视道路的智能机器狗。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也伫面册发文小解新修判，暗过撮合台北市机关干事会质疑机器狗制造商是中国的乌苏科技，有治安风险。台北市不知不觉把机器狗变成特洛伊犬引进台北市，无疑就是把台北市全都漏。台北市新港处表示，机器狗的外壳是得标的台湾厂商向中国乌苏科技买的，暗过内底检测设备的资讯传输，拢是台湾厂商家己开发整合，无治安记录。治安专家是提醒，若晶片本身设计有漏洞，也可能有资料泄漏、设备被监控，或者是控制记录。晶片层级如果被埋了一些木马或埋了一些后门的话，那这个它就有可能在一些你不注意的情况底下去收集资料，然后透过网络去做外传。原则上，机器狗只做载具，所有的上面拍照检讨这一个有关传信息的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研发了。新港处强调，因为国内研发机器狗，还无上协应用伫道路巡检的机器狗，厂商才会选择用即马话载具做平台，将资源集中伫核心检测设备，加开发 AI 技术。因为机器狗属于试办计划，但厂商无清楚资源问题了后，才决定是毋是继续试办。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北京办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不过因为体育项目真复杂，都有机器人的比赛时呢，写到倒头栽。好，江定书就讲话啊，讲机器人的比赛重点毋是伫咧输赢，才突出颠倒是做 AI 真重要的数据。跑道上机器人飞去看着走，领先的选手脚步稳健，因过百公尺比赛时也是闹一个笑话，有机器人一个重心无稳，扑倒伫涂骹。北京举办的2005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的毋但是走小力，也有骹球、跳悬，甚至点出体操的力甲水。4支的比赛来自16国，有280支队伍参战，10次正式结束。也毋过重点毋但伫输赢，伫真侪工程师的眼中，这场比赛更较像收集 AI 数据的实验场。实际上，就是现在属于一个机器人刚起步的人形机器人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就需要学习人的大量的数据，提供这些比赛嘛。然后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好让我们去提高我们的算法。工程师若调整参数，若透过抓着动作的电脑系统记录每一个细节，看卖别人的机器人安怎动，才来思考家己设计的机器人会当安怎进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千奇百怪啊，有的虽然跳得很高，但是它是不是很优美，是不是很像人，对吧？这个可能还有一些距离。过障碍，机器人摇摇摆摆，像拄啊困醒，也无啥顺畅。工程师讲，后一步是收集更较侪头脚运动员的身体活动数据，目标互机器人像真的人，其他机器人协助人类生活。这次我们主要采用了一个自主的方式，只需要我们程序员发送一条指令给机器人。做摇水的好卡手、后手、提摇甲包装，机器人拢会当自主完成。是人口渐渐老化，中国政府开大钱推动机器人产业，要甲美国等科技大国伫科技领域展开新一轮的竞争。公司新闻温凤仪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明仔载港这时间再会。